9月份嘅珠海又有唔少新樓盤，等唔住啦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珠海9月份讓利最大嘅有邊啲樓盤，可以睇下入邊有冇你關注嘅樓盤啊。尤其最後一個啊，我喺珠海做咗11年嘅地產，我都未見過發展商咁樣賣樓嘅。第一個金灣區嘅雅閣爾海景，由舊年嘅16000，依家直接降到9000幾到10000幾。你知唔知21年最高峰嗰時候賣到幾錢啊？26000蚊啊！依家相當於打咗4折。第二個航空新城嘅粵海10貴府，依家3期新貨直接劈到14500，兩房講緊總價都係90幾萬，唔到100萬，三房百零萬，你就可以買到航空新城嘅核心區啦。第三個斗門金茂悅88平方嘅單價低至8999蚊，之前高峰啊都要賣到17000嘅。第四個人行濱海灣單價17000起，不過呢係一期回遷房嗰邊嘅。第五個十字門嘅華發粵璽，剩低最後20零套129平方嘅華發都要攞出嚟清貨啦，依家25000蚊左右，舊年呢個時候仲係賣緊3萬幾嘅。第六個濱海商務區嘅萬科海上城市啦，單價低至10800，之前高峰啊賣到26000，依家12300清貨。前幾年呢喺呢度買嘅超過90%都係外地朋友。第七個北圍嘅美德寶龍城，依家推出公地房，單價13000，之前高峰啊賣到26700，依家直接腰斬啦。前幾年呢就靠住深珠通道嘅概念一路衝上巔峰，依家好啦，跌落神壇。最後一個啊市區嘅山東健康啦，呢個就犀利啦，送車位、送家私家電、送管理費，呢啲又見得多啦。佢啊直接同你嚟個抽獎，抽到一等獎呢打5折，抽到二等獎打7折，亦即係原本28000蚊嘅單價，如果你抽到一等獎，相當於14000買，抽到二等獎呢打7折，相當於20000蚊唔到。呢個啊就真係睇運氣啦。仲想了解珠海邊啲樓盤，可以打喺評論區，我嚟話你知。